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台中沙鹿成和路，昨半暝一栋庄仔厝火烧，其中71岁厝主甲14岁孙仔伫咧2楼被夫走出来，送医了后，医有关系救袂倒来，这详细导火原因，搁爱调查。 民家厝抢出大火，消防人员到场加推抢救。19透早3点47分左右，台中市沙鹿区成和路一栋3层楼民家厝传出火警。 是赶快用那个消防车还没来之前，我用那个红色的水桶一直喷，民众讲发现时阵1楼已经全面烧起来，消防局出动24车53人去灌救。除了64岁厝主的太太、47岁姓吴的后生、15岁姓吴的外孙家己脱困之外，71岁姓吴厝主甲另外一位14岁姓吴的外孙掉伫2楼，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过心跳，送医抢救拢宣告死亡。那1楼的话，因为它 里面有太多的杂物哈，影响我们同仁的进去的救灾，还有一些零星的，它里面可能储存有一些零星的爆炸声，可能是有一些鞭炮啦之类的东西哈，我们还在查证，就是有很多杂物哈，我们布线进去的话，还要上2楼的楼梯的话，都有很多杂物哈，影响我们的进出的动线。就是一个小孩跟阿嬷有先出来。 然后舅舅是我后来去3楼，我们家3楼开门给他从我们内部逃出来。火拍发了后，火调人员日时也到场了解状况。附近厝边游园是心惊胆吓。消防局表示，民家厝1、2楼有放大量的杂物，影响救灾逃生。导火原因游园等待调查。另外3名受伤的人拢有遭重伤，伫病院治疗。台中市府也派员协助后手的案例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